注意事項及免責聲明。此影片只作輔助用途，僅供已參與守護腦朋友運動班的內部會員觀看，請勿外傳。基於安全考慮，請選擇合適且安全的場地、座椅及器材，並確保有足夠的活動空間。所有運動都可能導致意外或受傷的風險，長者應先明白及理解此類風險的存在，並決定是否參與。長者選擇跟隨此影片進行運動，亦等同於同意且願意自行承擔相應的風險。在進行運動前，長者應評估自身的身體狀況，量力而為。如有身體不適，請先諮詢醫生或醫療專業人士的意見。今日我教大家做靠牆深蹲，喺屋企揾翻一個角落頭，有兩面牆嘅。如果冇可以揾一面牆，再加一張凳。張凳係唔可以有碌嘅，係可以穩陣俾你扶住嘅。靠牆深蹲同深蹲一樣，可以鍛煉前大髀嘅肌肉，即係舌頭肌。咁留意翻做嘅時候膝頭同膊頭要一樣闊，而膝頭嘅方向要同第二隻腳趾一樣。千祈唔好將個膝頭內旋，會好傷膝關節嘅。另外，膝頭哥都唔可以過腳尖，都係會好傷膝關節嘅。所有動作都要留意翻膝頭係唔過腳尖。靠牆深蹲嘅時間其實好睇自己嘅能力嘅。如果初次做，可以選擇做10秒，休息20秒，咁做3組，累積計30秒就足夠㗎喇。咁可以隔日做嘅。如果已經鍛煉咗段時間，肌肉量提升咗啦，可以嘗試做到1分鐘，休息1分鐘，總共做3組，累積計3分鐘。咁所有嘢都係睇自己能力，唔好夾硬嚟。咁首先可以扶住埲牆，或者一張牆同埋凳，將個臀部同背脊貼緊牆壁。如果可以嘅話，就將大髀下降到同小腿90度，留意翻膝頭係冇過腳尖架。如果初學者做唔到90度或者覺得有啲吃力，可以將個背脊提升翻上去，將個角度加大。咁做一段時間，肌肉量建立咗之後，可以盡量做到90度就盡量做。咁時間按自己需要去計算啦。咁我教埋大家起身嘅動作，一手扶住牆壁，另一手扶住凳，將自己推起。咁如果喺過程當中覺得好吃力或者太攰啦，可以即刻起身休息之後再做。咁唔好俾自己跌倒，留意翻安全嘅。咁我今日要教嘅靠牆深蹲就教完啦。